聖經救恩歷史嘅脈絡就係圍繞住兩個人選擇嘅結果，一個就係人類嘅始祖亞當，另一個呢就係被保羅稱為末後亞當嘅耶穌啦。點解叫末後亞當？因為耶穌重新創造人類嘅新群體咯。咁呢兩個亞當又帶嚟咩影響呢？始祖亞當由神用塵土去做，吹一口氣入去，佢先至有生命。耶穌就唔同啦，唔係被造嘅，而係賜生命嘅靈。亞當呢被神安置伊甸園，一個乜都有嘅環境，可惜佢仲唔滿足，好容易呢就俾條蛇引誘咗，選擇唔順服神嘅吩咐，去食唯一唔可以食嘅分辨善惡樹果子。雖然身處最好嘅環境啊，但係都選擇叛逆神。耶穌呢，佢喺曠野禁食40日之後，同樣被惡者引誘，去用權能將石頭變成食物。但係呢，佢就用神嘅說話去敵擋試探，喺最差嘅環境仍然企得住去順服神。亞當被引誘，因為佢好想同神一樣啊，結果咪就係犯罪咯。罪就咁樣入咗世界，人呢就成為罪嘅奴隸。唔單止係咁啊，其他嘅受造物都一齊受苦添。耶穌都有被試探噶，但係呢，佢就拒絕走捷徑，堅持信神，結果就係戰勝罪。因為亞當同耶穌選擇咗兩條唔同嘅路，結果呢就完全相反啦。亞當唔順服神去犯罪，令到人同神嘅關係破裂，被趕出伊甸園，唔可以再接近生命樹，死亡呢就臨到所有人，永遠同神隔絕啦。而耶穌就順服神，甚至死喺十字架上邊，結果呢就戰勝罪同死亡。願意信佢嘅人就會被赦罪，同神重新建立關係，與基督聯合，進入永生。嗱，簡單嚟講啊，耶穌嘅順服呢就還原翻我哋同神嘅關係。咁既然係咁，我哋亦都要由叛逆神變翻去順服神啦。其實呢，順服有好多好處噶，不過遲啲8片再講。嗱，而家想問下你，你活喺邊個亞當嘅裏邊呢？